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又嚟到不羈大叔呢個頻道。講到甘肅青海呢條旅遊路線，好多朋友前往嘅時候都會選擇參加旅行團。大叔呢條片就係可以俾參加旅行團嘅朋友，如果你跟唔上導遊嘅講解，又或者喺行程中迷失咗方向，咁樣呢條片就會對你提供一啲幫助。好，我哋去片。喺甘青大環線裏邊有好重要嘅一點，就係敦煌啦。喺旅遊地圖上邊就話敦煌有4大景點，就係玉門關、月牙泉、陽關同埋莫高窟。但係我覺得莫高窟先至係最代表到敦煌，因為佢有個名又叫做敦煌石窟。今次嘅門票就包括睇2場電影，同埋導遊帶領參觀4個石窟。早上8點半，啲旅行團已經陸續到達。根據導遊所講，參觀嘅團同埋人數都要預早報備，但係亦都有啲應急參觀嘅，可以現場購買門票嘅噃。我哋團到達嘅時間係早上8點半，之前已經有好多團喺度等緊啦。一番擾攘之後，終於就攞到門票。首先我哋會去睇2場電影。那進門的時候呢，那你可能2樣他都要看到。那進去第1道門以後，回鄉卡全部交回給我，或者領隊都可以啊，那交給我們就行了。白色參觀券需要自己全程保管，明白嗎？好，現在跟我走啦。參觀影院嘅時間雖然寫住係8點，但係就唔需要咁認真。睇下影院外出邊嘅人龍，就知道一定係唔可以準時啦。排完隊，經過咗一次安檢之後，終於就入到嚟劇院啦。劇院入邊都幾寬敞，都好適合排多一次隊。因為唔係話入咗嚟就有得睇噶，仲要分場次，點都等上一場做完先至可以俾你睇噶，係咪？嗱，莫高窟最精彩嘅就係呢2套電影啦，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。欣賞2套電影需時約莫係30分鐘，然後出嚟就準備咗一碟例牌菜，坐景區嘅巴士前去參觀。約莫係5分鐘左右嘅車程，嚟到落車嘅地方，如果有帶埋望遠鏡嘅話，就可以喺呢度睇到景點嘅外觀啦。上面看到原來是上面的那個樣子的，下面的這個是在60年代的時候對它進行維修，外邊做了一層保護層，知道吧？啊，原來是下面那個樣子。那這個後邊是哪裡呢？是我們今天下午要去的鳴沙山。剛才電影裏講啊，那最早第一個開鑿的還記得嗎？叫做樂敦，它呢就是從鳴沙山的那邊走過來，看到那邊的山叫做三威山。如果唔係大家一早已經知道，我哋今次係嚟參觀敦煌石窟，咁就可能會誤會。大叔帶咗大家去參觀新樓盤，見到咗景區導遊之後，每位團友就獲發一個收音器同埋耳機。調整好頻道之後，又再一次喺呢度排隊等候景區導遊帶我哋進場啦。喺呢度仲要再掃描多一次2維碼，然之後先至可以進入噶。資料顯示，莫高窟係現全世界上規模最大、內容最豐富嘅佛教藝術勝地，融合咗繪畫、彩塑同埋建築藝術，總共有735個洞窟、4.5萬平方公尺嘅壁畫，同埋2000幾座彩塑，被稱譽為牆上嘅博物館。喺1987年就被列入咗世界文化遺產啦。不過今日嚟到，除咗仲有啲黃泥土色之外，
真係好難令人聯想到佢洞窟嗰個樣子。而家呢，佢啲洞呢全部編晒號碼，每一個門口都係一個洞窟。今次呢度嘅導遊就會帶領我哋參觀其中4個。至於參觀邊4個呢？咁就係一個盲盒嚟，純粹係睇個導遊嘅喜愛嘅啫。又或者嗰個洞是否多人參觀，咁樣呢度嘅導遊就會同嗰啲同事好有默契咁樣錯開。畢竟都係講解4個洞啫，咁咪東家唔講，講西家咯。不過大叔喺呢度參觀樓盤嘅感覺一直係揮之不去。嗱，呢度係咪似一間獨立別墅呢？雖然參觀石窟係就係有啲盲盒性質，但係有啲特別出名嘅呢，就一定會去㗎噃。呢度就係第16號同埋第17號嘅石窟。第16號個名就叫做吳和尚窟，喺吳尚窟隔籬嘅17號就係舉世著名嘅藏經洞，又叫做敦煌石室。因為裏面係嚴禁拍照，所以大叔都唔敢違規。但係就算俾你影呢，亦都係冇咩睇。漆黑嘅洞裏面，只係靠住導遊一支筆電筒嘅光，除非相機有紅外線啦。如果唔係啊，都係影唔到乜嘢噶。我哋跟住去參觀嗰個就係323室，喺佢左右嘅324同埋325室係附屬於佢嘅禪窟。喺敦煌研究院嘅分類裏邊，佢哋就只係323窟。323室主要畫嘅係佛教嘅史跡同埋佛教嘅戒律，而324同埋325呢，就保存咗西夏時期嘅部分壁畫。至於傳說中嘅飛天就無緣一見啦。前邊呢度就係第96窟，裏面有一尊依住山崖而建嘅彌勒佛像，高達35.5公尺。佢亦都係莫高窟最著名嘅地標，相信大家喺以前啲畫冊都會見過。時至今日，佢就俾另外一個著名嘅建築物9層樓取代咗佢嘅位置，而大佛像亦都係從此住喺裏邊，不見天日啦。今次嚟到呢度參觀係有啲失望嘅，因為裏邊環境幽暗，實在係難以睇到全貌，同埋喺畫冊上面所見嘅大不相同。既然千佛洞變咗千房洞，咁就再次帶大家睇下啲示範單位。門口嘅闊度就同一般家居所差無幾，家中3幾口人進出就當然有啲冷清啦。但係如果供旅行團使用，咁就難免太過熱鬧啦。下午我哋去嘅係喺畫冊上面睇嚟好浪漫嘅月牙泉，各位團友就千祈唔好走散啦。為咗唔想考驗大家嘅耐性，大叔每條片都維持喺10分鐘左右，所以月牙泉同埋敦煌夜市就留返喺下集繼續講啦。最後請大家幫幫忙，訂閱、點讚、分享同埋留言評論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